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基隆的基隆市。基隆市有一个外号“台湾龙珠”，今仔日佫开放登岛了。基隆市由火山岩来构成，岛顶并无平地，为空中看落去，就亲像一只海鸥。去年开放登岛，受到真大回响。封岛半年了后，今仔日再度来开放。若要去，就要先到网络顶去号位，逐工限制1200个名额。除了会当看到岛上丰富的生态，嘛会当看到360度的宽海的美景。登岛咯，封足足半年，步道整理过，外号是台湾龙珠的基隆市总算搁开放啊！登上巨龙屿，除了可以远眺整个基隆港的美景之外呢，经过常年海风跟海浪的冲刷，岛上也有许多特殊的地形。真无像美岩直接嘛看会到，发开淡薄连上力，佫会使看到无色的小跳仔鱼，当然嘛袂使错过岛上特有的生态。有2次的花季，一次是5月跟6月的百合花季，然后跟8月跟9月的金花石笋。在这里它的生态非常多，包括植物跟鸟类，大概都将近100多种到200种左右。互人上期待的是360度海上的美景，若讲有体力，一定要爬起嚟灯塔面顶看卖。会看到本岛的整个状况，甚至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富贵角、鼻头角都很明显。其实还有包括海上的绕岛的游程，甚至是包括到新北市象鼻岩的一个这个海上观景的一个游程，其实都是未来整个基隆屿周边海上旅游的一种方式。今日起正式开放登岛，全面采用网络注文，一天限定1200人，做伙献开基隆市的神秘民心。